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場，市場觀望佢會推出咩措施。關稅議題一定係所有人嘅焦點。現時中國經濟表現疲弱，加大關稅對出口嘅衝擊，中國又點應對呢？事實上，近年中國內需疲弱，房地產市場不濟，出口同貿易係經濟能夠保底嘅主要來源。睇返數據，自2018年美國開始徵收關稅，中國嘅對外貿易順差一直有增無減。舊年中國嘅貿易順差破紀錄達到近7萬億人民幣。同時，我哋都觀察到2018至2019年間，人民幣大幅貶值，某程度上有助抵消關稅對中國貨品出口價嘅影響。美元對人民幣由2018年1美元對6.2人民幣水平，貶值到最近1美元對7.3水平。除此之外，中國近年將部分商品分散出口到新興市場，特別係東南亞國家，並由呢啲市場轉運到美國，繞過關稅政策。美國政府早前對中國嘅轉運提出批評，並表明加以限制。近嚟，美國政府宣布進一步對中國貨品加徵關稅。我哋除咗要關注中國嘅反制措施同人民幣走向之外，都要密切留意中國內部嘅刺激經濟政策。現階段，中國政府唔太大可能推出以增長超出預期為目標嘅財政措施，而係較大機會採取抵消進一步經濟衝擊嘅政策，某程度上限制咗市場嘅上升動力。大家可以多加留意。